来，乡亲啊，这个俄罗斯继续来攻打着乌克兰，今仔日第23天，讲有真侪老百姓的设施拢将做俄罗斯轰炸的目标。像这个哈尔科夫这座城市，有一座欧洲上界大场的市场，17号就轰炸，这个大火是烧到半天红，有一个住伫当地美国公民去崩死。另外，这个俄罗斯是继续来劫持绑票着乌克兰各地地方的官员，引发着当地民众的抗争。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个占地3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，昨开始导火，乌烟直直冲对天顶，互日时看起来都那暗时。俄罗斯伫轰炸平民设施、学校、病院、市场，拢变作俄罗斯攻击的目标。Увидел черный дым, после этого понял, что горит Барабашов, и приехал сюда, попытался стараясь вывести. 16号，俄罗斯伫切尔尼戈夫对平民开枪，杀死10外位当咧排队领棒的民众。美国国务院证实，死者当中有一位美国公民。Bombing has intensified. No way out. That was the last post from American James Hill before confirmation of his death. 67岁美国查甫人死儿，伊的乌克兰太太得到多发性硬化症，长期踮伫切尔尼戈夫的病院。伊透过网络讲当地政府，嘛讲过当地真欠食物几啊摆，逐工拢有人互杀死。Нам все непросто, мы все правильно делаем. В ТикТоке вс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. Да? Тобто мы оккупировали ТикТок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7号到基辅病院看一位16岁少女，伊和亲人做伙坐车逃难，却拄到俄罗斯攻击，随时拢真惊狂。不过乌克兰人袂退让。伫梅利托波尔市市长了后，赫尔松阁传出有市长互俄罗斯拔走，就算互俄罗斯用催泪弹赶走，市民要是坚持要甲市府的大楼包围，上尾伫众人的压迫，俄罗斯总算愿意放人。不过哈尔科夫嘛有一位船长互俄罗斯强行带走，除了无差别攻击平民，俄罗斯嘛继续甲地方的官员绑起来，敢若想要用威胁的手段，阁有加厉害政权来分裂乌克兰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